你跟我过来一下。秋风卷起一场涟漪，未等到花开香满地。阿月，雪落发梢，你怎么哭了？唱一曲，再无你你先不要说话。忆过往未曾落一笔，叹众生万般皆是谜，求不得此生与你几经花意。怎奈一往情深，流过因果一世伤痕。难言一场爱恨，一花流连，沦为故人。几番烛影让人西窗雨子，风断夜深。荒凉一梦太真，偏将我一不根。问春何苦匆匆于无声的是一双人，韶华悠悠不忍，愁自留几分。我竟然没有认出来，被骗了这么久。秋风卷起一场涟漪，未等到花开香满地。雪落发梢，唱一曲，再无你抚琴。忆过往未曾落一笔，叹众生万般皆是谜。求不得此生与你缘几经花意。怎奈一往情深，流过一世伤痕。难言一场爱恨，一花流连，沦为故人。几番烛影让人西窗雨子，蓑衣断夜深。杜宾，我在。殿下，已经被偷了。昨晚不是？一定是阿月干的。他总是这样，万事都不与我商量。太子妃会不会又被随行谷威胁了？方向中，追。是。报禀殿下，宫中急召。何事？陛下突发急症，晕倒了。殿下，这我先进宫，你去找阿月。是。郡主，你怎么知道这里？这个院子呢，是太后赏赐给我的。你说我怎么知道这儿？哎，你别太嚣张了，本郡主一定会死死盯着你的。要是被我抓到你负了太子哥哥的话，我就把你……啊，他是我的人。你是有妇之夫，你少乱看。那么，请问郡主今夜到访有何贵干啊？我落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我过来取一下。郡主自便。走。郡主今夜要住在这儿吗？怎么？不方便啊？自然方便，这里郡主比我熟，那您就自便，我就不做陪。哦，对了，今夜我会在湖心亭赏月，郡主要一起吗？免了，没那雅兴。好。已经进来了，你到底来找什么东西的？一个私人物件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么神秘？你还是第一次对我提要求呢。你
来过这儿？这个物件儿是东西，还是人啊？算了算了，人嘛，谁还没有个小秘密呢？走吧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万事当心。这能有什么危险啊？快走快走！不对啊，他有问题。不会是……今夜我会在湖心亭赏月，郡主有兴趣一起吗？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！也难瑶这个狐狸精，勾引了太子哥哥也就罢了，怎么还敢对沈墨动心思啊？我得去看看你，完了你！